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有一寡俗谚语，拢是警惕人自私的心态，事事都有，无死贫道。像讲别人的拳头宝争石狮，别人的尻川做面皮，别人的囝死袂了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这读做八，别人的八，读八八第八条，读八这是读白音，这个八有另外意思，咱讲是别个，也就是无共的人甲代志，别个项目也就是别项。另日咱讲是别日啦，别工。另外无共样式，咱讲是别款。其他的人就是别人，其他的所在是别位或者是别搭。这个文音读做别，嘛是第八条。这个别有分开、离开的意思，像讲离别；嘛有区分的意思，像讲分别。甲人无共款，真特殊，咱讲真特别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别庄，这是除了徛家大的所在，另外搁再起一栋厝有好景致，会当养伤甲休困。第二个词读做别日啦，也就是另日、另工、下日、下日啦、别工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阿明搬新厝，买一栋别庄，最近拄请结好势，搬入去住，伊真好咧，邀请阮别日啦去参观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八，这是白音；另外文音读做别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